究竟係邊隻呢？暫時係5啊！好，你一開閘嘅時候，水晶酒杯相當快閘傷噶啦。內欄咪只有傑出黑衫響尾4啊，尾3紅衫內欄華麗再勝啦。後邊2匹黑衫啊，勁進輝煌，出邊呢就風再起時嚟㗎。好啦，咁啊轉緊彎嘅時候啦，前面放嘅馬呢就係嗰隻水晶酒杯嚟嘅，傑出漢之第2位啊，愛馬線啊第3啦，大熱門第4位，外邊黃帽嗰隻就好有心得啊，中間第5綠色帽就信心星啦，響入邊勇敢巨星真心傳奇啊，揈出去外邊追，有進跑得。外邊係武林密碼嚟㗎，最後300米到啦，水晶酒杯仲有1個馬位優勢喎，見到愛馬線追緊啦，好有心得，外邊上緊啦，咁啊中外檔嘅馬仲有信心星啊，咁啊外邊位置呢就武林密碼，最出嗰邊仲有隻風再起時啊，最後100零米，咁啊愛馬線中間佔先，外邊追佢嘅馬係呢隻好有心得啊，出邊上緊嚟風再起時，入邊水晶酒杯，終點前嗰步好有心得，終點前將愛馬線趕過咗啊，至於第3名嘅馬呢，埋邊水晶酒杯。外邊風再起時啊！結果今場賽事咁啊，呢隻好有心得，臨尾係成為大熱門之下，終點前力壓愛馬線啊！跑第3名呢，埋邊